翁某欺骗一遍，断送一生幸福；朋友欺骗一遍，断绝一世交情。请收看闽南语连续剧《大侠厝》。做人什么上困难，人情薄薄求人难。做人什么上艰苦，避袂着上苦。什么缺世机会较好，成功袂甲人相出路。第一爱赢家己一步，第二爱毋惊吃苦。赢你哟，赢你哟，有志气着赢你哟，相逢赢着才苦了苦，你将赢着快乐。赢你哟，赢你哟，毋惊失败赢你哟，用心付出为撇步。什么上困难，人情薄薄求人难。做人什么上艰苦，避袂着上苦。什么缺世机会较好，成功袂甲人相出路。第一爱赢家己一步，第二爱毋惊吃苦。真正身体无爽快啊，有要紧无？你莫再加好水啊啦！你哦，跳过迄阵间哦，哈尔啊可怜啊，你足够欢喜的哦。艺术哦，拢是我咧苦斗，其实哦，是你咧甲我苦斗啦。哼！啊，你哪安尼讲啦？我是安怎袂当安尼讲啊？你根本哦是要替你阿母来保护我啦！阿母，顾小姐，阿爸，你是咧有袂讲啥哈？白叔敢若小狗正忙讲，你若真正起笑吼，你就叫恁囝带你去吼，心肝病院看医生啦。我起笑，我若真正起笑吼，老爸是你带去医生甲我逼出来啦。哼，我逼你，较早你逼我的呢。较早的故事吼，咱想袂清楚啦，迄拢是哦，你家想袂开啦。对啦，我想袂开。我若真正想会开哦，我早就应该甲这无路用的翁婿吼，甲你抬来死啊啦！我要踩，你踩啦！阿爸，哼，当时哦，我看到恁阿母起笑，我早就来甲过我啦。我阿母讲了无毋对。你的气象吼是遗传啦，你本来就是一个小的啦。你超工往外足真是一个起笑的人，我超工将你的头家嫁予我的后生，你明明就是在欺骗，根本就是在欺骗嘛！好佳哉，囡仔到你生，万一囡仔生出来，那去遗传就起笑，安尼咱大家不是讲较真惨？你个死自己！我哪管是你死你死啦！死啦！你是假死！气象吼是遗传啦，你本来就是一个小的。当然啦，我不准你不养阿母，我不准你不养阿母！你学会啊？总经理，我，你到即马阁叫我总经理哦？
我志中，头来陪我好无？甲你讲算笑的啦，你紧转去，若无恁某会怀疑哦。总经理，我莫阁讲嘛，要讲啥物我拢知。你即马若无走，连咪我都袂互你走啊。代志哪会变甲安尼啦？我实在足糊涂的，哪会使做出这款代志啦？这件代志，若夏美馆知影，伊一定袂原谅我的。陈志忠，你真正足该死的呢！你安尼敢对得起美馆？敢对得起恁某？你是毋是等你翁？真歹势，我去老弟阮厝收工晚，连暝伊应该要到厝啊。厝内是发生啥物代志呀？无先入去房间休困啦吼，才我来收就好啦。你的头是安怎？你去倒位？我今仔日公司吼爱我加班啦，我就陪客户应酬，有啉淡薄仔酒啦，唔该这么晚才转来。你嘛知影，伫迄款场面，我嘛无方便打电话转来啊，所以唔介意讲。阿嬷，已经有甲阿爸抹香敷啊，是安那阿爸到即马阁袂精神，敢讲连性命嘛无要保庇阿爸。对不起，囡仔人唔通安尼黑白讲话。明仔载我搁再来庙会求一摆，我相信天公听好啦，恁阿爸一定会精神，
一定会精神起来。你是头家娘，假使恁明仔载去庙会拜拜，嘛顺便替我求一下，好好这个灵力会当较紧医好恁后生。医生，歹势啦。你免歹势啦，你的心情我当了解。假使讲恁后生若真正会当精神，这毋但是神明的保庇，还佫有你耐心的照顾，甲伊家己坚强的意志。当然嘛，还佫有医生你高明的医术。我只是尽一个做医生的本分尔。多谢你。阮大家拢足希望伊当较去精神，请你一定要相信，吼。多谢。时间也无早，恁较早休困。下暗时我长班，若有代志再给我通知一下，吼。多谢。阿嬷，先坐落休困。阿嬷，你巴肚会晓袂？我来买物件互你食。免啦，安尼啊，因为我踮遮顾就好，你转去休困啊。阿嬷，是安怎？因为我感觉讲我的心头皮薄彩，敢若毋知有啥物代志要发生的款。你转去休困啊。阿嬷有真侪话想要甲恁阿爸讲，你互我讲一个踮遮好无？还佫有，明仔载要来的时阵，会记得甲恁阿爸早几事啊衫给我来哦。我知影。阿嬷，我先来转。丈夫甲你抹了，有感觉较快活无？顾良讲这间庙真灵圣，有求必应，你一定会好起来，而且真紧都会精神。阿豪，念日都要过年啊！阿母真想讲，咱已经厝吼，要好好啊整理一下。要搁再重新油擦一摆，这个代志当着你爬起来发落哦。我还阁想讲，这摆过年吼，我要请建昌因家口啊来咱厝的围炉。我阁想讲要请国良来厝的煮食，阮两家口啊大家合合斗阵围炉，一定足热烈的。啊好。你毋是足爱闹热的？第一名戏出大下厝，感谢你的收看甲支持，希望恁继续行情。拜一到拜五中昼12点，大下厝赞。有一去着赢你哟，幸福赢着才苦了苦。阿豪，你细汉的时阵。阿母无办法踮你的生活边甲你照顾，每一摆过年过节，阿母心肝内较想都是你。你敢知影？每一摆过年，阿母拢会请一件破件衫要互你穿，我你拢穿袂着。我出来将遐破件衫，才送互厝边的囡仔去穿。每一摆人看到遐囡仔，穿着我亲手车要互你的破件衫，阿母都感觉足荒诞的。当
当初谁人要将你抱别人去饲？是讲哦，这拢袂要紧啊啦，咱母仔囝拢已经大年啊。只要你会当精神，阿母答应你，今年过年，阿母一定亲手请一件薄热衫给你穿。想当年，阿母甲你交予阿安的时阵，都切断我甲恁阿爸的感情，切断我甲你母仔囝的亲情。有忍受着痛苦甲折磨，勇敢活落去。不是阿母坚强，是阿母抱着希望，希望有一天，咱母仔囝会当阁相认。天公伯啊，伊听上我，伊有听到我的心声。所以咱母仔囝才会当阁相认。也毋过今仔日，天公伯啊，伊甲人反悔款，伊无阁甲你带走。阿豪，这摆天公伯啊，若真是甲你带走，阿母是无法度人忍受这款的打击。阿母已经老了，阿母无亲像少年的时阵遐尼坚强。这阵地旁内面，敢若剩你甲我两个人。阿母要甲你讲的话，你着爱斟酌的。你若真正要跟天公伯仔走，你是唔通袂记连阿母斗恁带走，唔通放阿母一个人踮咧遮，因为阿母唔甘我放你一个人伫遐。阿母希望，不管在倒位。母仔囝两个人拢会当永远做伴。阿母甲你讲的话，你有听到无？你来伫遮，这是我住的所在，我总是会当来顺顺看看的。阿爸，阿妹啊，我要来去一个真远的所在，厝后来可能袂搁再见面。第一名戏出大遐厝，感谢你的收看甲支持，希望你继续捧场。拜一到拜五中昼12点，大遐厝，赞！有一起着赢你哟，相逢赢着才苦了苦。阿爸，你一定是要去倒位啊？
也少岁咧。阿爸要去的所在，你袂用你去哩。你爱答应我，厝后爱乖乖听恁阿妈的话，好好啊找一个少年家庭娶。是讲阿爸拜托你，唔管你嫁位倒位去，你都爱好好啊照顾恁阿妈，知影无？阿爸，你莫离开我，你莫离开我，你是捌讲过，你照顾我一世人，你若走，我甲阿妈是要安怎啊？阿妈。真毋是真正看到阿爸。世间若是一个舞台，啥人是写剧本，予我上台的人？人生无奈，离合悲合，啥人主角拢同款。舞台上万万人，演出悲伤快乐无啊，最主导演是谁？演啥物角色？未来剧情啥款？人生的舞台，有幸福悲哀，啥人问怪我爱不爱这款的安排？演出怎精彩？有缘爱落台，人生的剧本好歹，家己写出来。世间若是一个舞台，啥人是写剧本，予我上台的人？人生无奈，离合悲合，啥人主角拢同款。舞台上万万人。